世界上到底有冇鬼呢？你又信唔信有鬼呢？其實呢個問題真係見仁見智，有人信，有人唔信，有人話曾經見過鬼，有人未見過，甚至有人想見鬼又點都見唔到鬼喎。點解呢？見鬼和學佛又有乜關係呢？以下純粹係我個人意見。首先，世界各地唔同嘅文化，唔理你南半球、北半球、東方抑或西方，基本上一定有人死變為鬼嘅概念同埋鬼故事，唔似吸血僵屍、人狼咁，只係某啲地方流傳，所以唔似係由一個或幾個地方流傳到世界各地，而係喺各地方本來就有嘅概念，即係各地都可能有人見鬼嘅事情發生同埋流傳。另外，世界上有好多電台、電視台講靈異嘅節目，有啲好似香港鬼王潘紹聰咁，佢個節目幾十年都有人打電話講佢哋見鬼嘅經歷。世上咁多靈異節目，大大話都有幾千萬個個案。好似哲學家李天命講過，佢都相信有鬼，因為咁多個案，唔會個個都係吹水或者眼花睇錯，只要一個係真，就足以證明世界上真係有鬼。同埋，有啲靈異嘅現象或者照片，科學家都無法解釋。例如英國倫敦嘅布朗夫人鬼魂靈異影像，張相係喺1936年使用老式玻璃底片相機拍攝，當時未有 Photoshop， 技術上難以後製偽造。照片喺1936年12月登上鄉村生活雜誌，後被靈學研究學會期刊轉載，引發全球轟動。當然後來世界上仲有好多難以解釋嘅照片同錄像啦。香港喺1993年就有一張轟動全港嘅靈異照片，張相係交通警察喺公路度影快相，即係捉啲車有冇超速，點知影咗出嚟有個好清晰嘅女人喺度，警員當時肯定路上冇人，公路嚟㗎嘛，仲好鬼夜，邊度有人行？呢幅相係交通部流傳，後來俾天天日報登上頭條。大家睇下個女人嗰樣都可以清楚睇到，真係好難唔信。除咗靈異照片同錄像之外，仲有難以解釋嘅就係瀕死經驗。有好多案例係人證實死亡之後又再醒返，然後都話自己當時離開身體，漂浮喺空中度，睇住醫生及姑娘醫佢嘅情況。有一個醫生為咗證實係真定係幻覺，佢喺一塊牌上寫上一啲字，我唔記得寫啲乜，然後放喺燈罩上面，睇下如果再有瀕死經驗呢啲情況發生，啲人可唔可以講出燈罩上嗰個牌寫啲乜？後來真係發生咗一個個案，嗰個病人話當時漂浮在半空，見到有塊牌喺燈罩上面，而且重真係可以講到塊牌寫啲乜，醫生都無法解釋。呢個係證明人死咗唔係乜都冇，好有可能死後仍然有生命以唔同嘅形態存在。我個人係信有鬼嘅，因為我見過。喺我14、15歲嗰個時候，我住喺柴灣啲舊式日字型公屋，後生啲嘅可能唔知係點。每個單位係冇獨立廁所嘅，係要用公廁，而我屋企行去公廁係要經過樓梯口。有一晚大約10點幾，我瞓覺前去廁所，行經樓梯口，聽到嗚嗚嘅喊聲，雖然我乜都見唔到，但係我感覺到有人坐喺地上，仲感覺到佢雙手抱住雙腳。你唔好問點解可以感覺到佢嘅姿勢，我都唔知，但係就感覺到。我唔理佢，當聽唔到，繼續去廁所。去完廁所返嚟就冇再聽到喊聲，亦感覺唔到有人坐喺地上。咁我唔理，準備將門口一個水桶拎入屋。呢個時候我覺得右邊欄杆有啲嘢，我就慢慢擰個頭過去。我見到一個由頭到腳都喺白色嘅人形坐咗喺欄杆度，佢冇眼冇嘴，但係睇到佢有個鼻型。當我擰個頭望佢，佢又擰個頭向我呢邊。我知道真係見到鬼啦，即刻跑返入屋上床瞓覺。好彩嗰晚冇事發生。我記得嗰一排我運氣好差，可能時運低所以見到鬼。時運低嗰個時候，人嘅氣場都會弱啲，見鬼嘅機會就大咗。但有啲人天生氣場就好強，所以唔論時運高低都唔容易見鬼嘅。亦有人話人天生嘅命格如果屬陽多啲嘅就唔容易見鬼，有啲人屬陰就容易見鬼。如果中性嘅就睇時運高低啦。
我有一個未見過鬼嘅朋友，佢唔係好信死後世界。有一次，我哋幾個同事一齊食飯，偶然講開鬼，竟然幾個同事都有見鬼嘅經歷，佢哋都唔似講大話嘅人，連唔信鬼嗰位朋友都開始由完全唔信變得半信半疑。總之，我剛才所講嘅都係想證明人死後唔係乜都冇，破除好多人認為人死如燈滅嘅思想，佛教所謂嘅斷見思想。既然呢個世界有鬼，就好大可能有神或者其他靈界生命，甚至有天堂有地獄。人就應該去諗下死後嘅情況，好似計劃將來咁，諗下點樣可死後活得好啲，好似升天堂唔好落地獄。咁就衍生咗宗教嘅必要性。至於信邊個宗教，就睇個人嘅因緣啦。據說有一位知名高僧，之前年青未出家嗰時，從來唔信鬼神之說。但係有一晚佢見到一個白衣女鬼，就嚇到魂飛魄散。自此佢就開始相信有鬼神，有死後世界。佢開始睇好多書，想去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佢最後信咗佛教，之後仲出家並成為一代高僧。佢回憶返，如果當初唔係見到個女鬼，佢就唔會信佛同埋出家。佢認為嗰個女鬼其實係觀音菩薩嘅化身，教化佢入佛道。各位聽完我講，又會唔會開始相信世上真係有鬼呢？如果相信，咁有冇諗過人生在世係唔係忙忙碌碌過一生就算？你死後又會係點？上天堂？落地獄？係唔係應該要了解一下宇宙人生，嘗試揾一個適合你嘅宗教？呢啲都係交俾你揾時間好好去諗下。大家有乜嘢想法可以留下你嘅留言，大家討論下。下次再見。如果喜歡呢個影片，請按下個鐘仔訂閱、按 like 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多謝大家。